然后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课判当中就是第14个就是以广大事业而发愿，以广大事业而发愿。那么这个广大事业而发愿呢，就是分2个颂词就首先第一个颂词，普冷清净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三轮分别诸法海，能生胜入智慧海。就是讲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呢，首先第一个道理呢，就是说就是七缘就是所有的这个器世界呢，全部都像那个极乐世界或者说是东方琉璃世界那样极其的这个庄严，这个清净。就是所有的，其实像微尘这个那么多的这个就是入海的就入海的这些插图的话呢，就是全部这个像极乐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七宝就是为地然后呢就是以这个各种这个是把功德税还有这个金银财宝的整个这个装满就是世界卢各大陆就所有的这些庄严呢，全部我们在讲那个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就是所讲到的那样，就是整个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应该这样想就世界上是有无数无边的这个世界，这些世界呢，不要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就是看到就是全是这个乱糟糟的，就是肮脏不堪的，每天就是大卫圣也是就是一会儿就是有出现灰尘，一会儿就又出现就是乌云，就是各种这个不吉祥、不愿意的这个景象呢，就出现的，而不像这样的，就是像完全是这个像极乐世界一样，就是一切的这种插图呢，全部都这个庄严这个清净，就是这是这个发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解脱一切众生害。那么就是这是主要是愿那个七世界，就是七愿，就是整个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六道轮回的这些众生无量无边的，就是像这个如大海一般的，就是无法用这个我们的用智慧来去测度它的这个圣光的这样的这个众生，就是数呢，全部都依靠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加持力，众生自己的这个善业力呢，最终就是通达了这种无我的这个智法，所有的这个业和烦恼就一并呢就是遣除那么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随意的，就是获得这个解脱，享受呢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而具足呢就是如海般的这个佛法的这个这个种种功德就是应该这样想。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哪里都是这个众生就是有那么多的旁生那么多，恶鬼那么多，地狱那么多，人也是那么多，就是到城市里面去，好像全是这个人一样的，就是感觉。那么我们发愿呢，就是这些有情世界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全部都是离开就是自己的这个身心的痛苦身心的这个烦恼最后呢就是从中这个获得解脱，就像这个极乐世界一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有情世界的话呢，就是都是各自就是享受这个法乐，而这个身心的这种烦恼痛苦呢，就是连名称都是就是没有听到的。而我们心里也可以这样想就是有情世界全部都就是所有的无量无边的这些呢，全部都获得这个快乐清净就得到这个解脱，就是这样来这个发愿。然后就是说，这个善能分别诸法海，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人所有的这些众生的话呢，都能就是通达无碍。边北就是一切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和这个正法，那么佛陀的这个教法和正法呢，就是可以就是我们这个三藏十二部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三学就是三学就是当中就是可以就可以这个包括的就三藏三学当中可以包括的。还有呢，就是真正的这个佛法的精髓的意义呢，就是智慧悲心信心还有呢就是这个菩提心就是等等。那么这些内容的话呢，愿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全部就是心里面已经获得就完全就是通达了，辨别就是善法，就是不但是辨别而且自己呢
完全已经得到了，并且呢，就是这种有理的这个善法呢，就是不断的就给外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进行做这个法布施啊，就是我们心里面也想到，我们现在世界上是很多的这个众生呢，就是没有遇到佛法，即使遇到佛法呢，也不是真正的这个佛法，就是表面的一些这个佛法，就其实希望呢，就是他们都能真正就是牵除一切这个烦恼痛苦的这个妙法，就佛法当中也是真法是很重要的。我们为什么经常这个讲经说法是那么这个重视啊？听经闻法是为什么那么重视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其实是佛教的这个精髓呢，不在为这个寺院，也不再是我们这个书本了。这个书本的是，你看大藏经就对了多少不是多少不是的话，那终身的这个真正你没有通达它的意义的话呢，就没办法这个牵住内心的这个痛苦和烦恼。如果就佛经里面的这些内容呢，就是其实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就是心里所通达的。为什么用这个诸法海啊？就是为什么说是用这个法这个像大海一样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呢，有无量无数的这个佛陀和菩萨和阿罗汉啊，就是像这个大海一般，就是无法测度的非常多的。他们的心相续当中，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法，佛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慈悲心啊，所谓的菩提心啊，所谓的无我的这些境界啊，这些都叫做这个佛法。你们认为是所有的佛法呢？哦，就是这本书，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佛法心生的话呢，就拿几本书就可以，就是算是佛法心生。其实也不是，就是真正的佛法就是我们在正法啊，就比如说一个三知识的心里面有大悲心，三知识心里面有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这种菩提心呢，其实无量无数的这个菩萨的心相续当中有的。那么这些如海的这些佛法呢，就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得到。啊，就是每个众生都是就是得到。我们发愿的时候也是普贤行愿平等的这个内容呢，就是特别希望呢，就是很多人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明白。如果谁得到的话，那这个普贤行愿平的这个愿呢，就是已经现前了啊，就是愿现前。所以这个三轮分别诸法海，人生深入智慧海，而且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真正让这个深入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佛经里面也讲了，《华严经》里面讲这个深入经藏，就是如海智慧如海。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啊。让我们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其实每天都是在分别念的这个驾驭下呢，就一直在这个漂泊啊，就是扭转，就是烦恼痛苦。我们祈愿呢，就是每一个众生是真正是入于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大愿经智啊，就成熟作智啊、妙观察智啊，还有这个平等智啊等等，平等心智啊，就是5种或者是4种这个智慧，今所有智和如所有智的这个智慧，让这些众生呢，就是通过这个积累资粮和就是六度完形，最后真正能获得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入海的智慧。大家知道30诸佛呢，也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可以用大海来这个比喻。那么他们这个相续当中的就这些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也是没有办法，我们用这个反复的一个这个分别念和这个心思来进行揣测啊，就是应该说是无法这个衡量、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智慧大海。那这些智慧大海呢，但愿就是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心相续当中呢，就是无尽的就是获得了。我们众生没有这个智慧呢，就是辨别能力也是很差的，而且这种智慧也是就是世间的一个小虫嘛而已。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很多人特别需要就是佛陀的这种这个无碍的这种这个智慧和就是广大的大悲心呢。有了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众生呢就是不会就是受到就是烦恼的这个折磨，而整天呢就是叫苦连天，就是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将发愿呢就是一切的这个如佛的这种智慧呢，就是要得到这样的智慧呢，就是在印度的有个别的论师的讲义当中呢，就是说一定要就是长期的一知三知识，听闻这个佛法，然后这个实地修测，最后呢就是才真正就是得到的，就是这些智慧的途径呢，就是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并不是我要想开悟，就是你要想开悟，就是光是跑来跑去，今天跑这个上是哪里去，就是求一个观点，后天到那个上是哪里去，就是然后这个
吃一块牛肉，就是然后和田游到就是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去，就是发现3天就是这样，这个天天都是就是当这个游僧的话，那就是不一定就是得到这个无碍的这个智慧啊。其实前辈的这些大德们那样的，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精进修持，最终呢就是也会得到了就是很多的不可思议的这些这个智慧啊，就是智慧。那么这是讲的是第这个就入海的这个智慧啊，就入海的智慧。